香港人生活壓力大，究竟點樣先可以放鬆呢？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因於所遇嘅活動，希望可以透過呢個活動，從中得到身心嘅放鬆啦。2025年茶趣市集活動分別喺2月8號同9號舉辦喺饒宗頤文化館，呢度景色宜人。終於可以喺呢個週末度超下啦！呢度除咗有得嘆茶買嘢，仲有體驗活動，我當然唔會錯過啦。由新星茶莊主持嘅品茶挑戰盲飲普洱，要估中飲緊嘅普洱茶出產年份同茶種。原來 Depton 啲茶真係唔簡單。另一個活動係潮州功夫茶藝21式，由龍老師所指導。哇！原來沖茶飲茶係一門學問同藝術，我真係睇到歎為觀止啊！唔知你今日飲咗茶未呢？